你有冇試過明明琴晚已經瞓咗7、8個鐘，但第二朝起身嗰刻，個人都係好似得返2%電，同一封 email 睇3次，老細講完嘢2秒已經唔記得。以前我一直以為係因為自己唔夠勤力、唔夠自律、唔夠捱得，直到我睇咗一本書，書入面有個研究話，連續10日每晚只瞓6個鐘嘅人，大腦表現幾乎等同2日冇瞓過覺。我以前一直認為瞓覺就係叉電，今日攰，今晚咪早啲瞓咯。但係 grad 咗開始返 full time 之後，呢個計劃從來都冇成功過。每晚 OT 返到屋企已經9點、10點，剩返嗰幾個鐘係自己唯一嘅時間，梗係要慰勞下自己先瞓啦。碌下 YouTube，睇下 Netflix，覆返幾個 WhatsApp，一唔覺意已經凌晨2點，心諗 weekend 補返就得，係咪好熟悉呢？有啲人仲覺得捱得夜等於勤力，等於搏命，等於你係認真對待生活嘅人。但我睇完呢本書之後，我先意識到我唔係勤力，我係喺度慢慢地損耗緊自己嘅生命。呢本書叫《Why We Sleep》，作者係 Matthew Walker， 係 UC Berkeley 嘅神經科學家，研究咗睡眠20幾年。佢有一句係我成本書入面印象最深嘅：睡眠唔係叉電，睡眠係你個腦趁你熄機嗰陣進行嘅大型維修工程，就好似你間屋每晚都有一班工人入嚟清垃圾、執雜物、收水管，為聽日做準備。如果你今晚唔俾佢哋做，你第二日未必即刻覺得有問題，但係會開始慢、開始叻、開始喺你意想唔到嘅地方出錯。Walker 書入面有個賓夕法尼亞大學嘅實驗，佢哋將人分3組，第一組每晚瞓足8個鐘，第二組每晚只瞓6個鐘，第3組直接唔俾瞓，連續3日，然後每日量度佢哋嘅認知能力、專注力、反應速度。你估下發生咗咩事？完全冇瞓嗰組，當然係最差。最出奇嘅係6個鐘嗰組，10日之後，佢哋嘅表現跌到幾乎同完全冇瞓嘅人一樣差。即係話，如果你持續每晚只係瞓6個鐘，你就係用一個等同冇瞓覺嘅大腦去返工、去開會、去做決定。最恐怖係研究員問6個鐘嗰組，你而家覺得自己狀態點？佢哋答唔差啦，習慣咗。佢哋唔係逞強，係佢哋嘅大腦已經失去咗評估自己狀態嘅能力。你唔係習慣咗攰，係你嘅大腦已經唔知攰同正常係咩分別。你有冇試過坐喺度做嘢，發現自己同一段文字睇咗5次，仲係唔知佢講咩？同事講緊嘢，你突然意識到你完全冇聽，又或者好容易對一件小事發脾氣，事後自己都唔知點解。唔一定係壓力問題，唔一定係你性格問題，好有可能只係你個腦已經好耐冇好好維修過。你可能會諗，OK，咪咪，但係我星期6日瞓足12個鐘，應該得啦啩？我以前都係咁諗。Walker 話得，但唔完全得。你星期6日爆瞓，你係會精神返啲，但係有3樣嘢係你補唔返嘅。第一樣，記憶鞏固，睡眠最重要嘅功能之一係幫你將日頭學過嘅嘢由短期記憶搬去長期記憶。呢個工序只係喺睡眠特定階段進行嘅。你唔瞓夠，唔係學得慢，係你嗰日入到腦嘅嘢冇儲存好。所以讀書人捱夜溫習係雙輸嘅，唔單止冇瞓夠，連之前幾日學過嘅嘢都固化唔到。第二樣，生理時鐘週期，你身體嘅維修時間表唔係24小時隨時都可以維修。生長激素、免疫修復、食慾荷爾蒙有固定嘅分泌時間，你錯過咗就係錯過咗。星期6日瞓多10幾個鐘都永遠補唔返。呢點解釋咗一件好多打工仔都試過嘅事。點解星期1返工，明明星期6日瞓咗好多，仲係覺得攰？係因為你補得到嗰樣，唔係你最需要補嘅嗰樣。第3樣，免疫修復，瞓少過7個鐘，你傷風感冒嘅幾率係瞓足8個鐘嘅人嘅近3倍。你有冇試過每次趕完 deadline 或者旅行完之後就大病一場？唔係巧合，而係你個身體話俾你聽，夠啦，我要休息。我想同你分享下我自己嘅故事。之前有段時間份工壓力好大，差唔多2個月，我每晚都係凌晨1、2點先瞓。喺嗰段時間，明明冇發生咩事，我成日係咁無端端喊。有時搭下地鐵，突然覺得呼吸唔到；有時同事叫我開個會，我心入面
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抗拒。但我唔知點解睇完呢本書之後，我先明白嗰段時間嘅我，好大程度上唔係性格問題。Walker 書入面話，睡眠不足嘅大腦喺情緒處理上會出現一種叫 emotional amplification 嘅現象，即係對負面嘅事特別敏感，對正面嘅事反應就慢晒。你唔係唔堅強，你唔係脆弱，係你嘅大腦喺度用盡最後嘅燃料，開咗 survival mode 撐住你。如果你最近係咁無端端覺得攰，係咁容易喊，係咁提唔起勁，做咩都覺得麻木，我唔係話瞓覺係萬能藥，但係我想你知道，有時候你唔係出咗問題，係你太耐冇好好照顧過自己。Walker 書入面有好多建議，但今日我淨係想同你分享最重要嗰3個。第一個，固定一個起身時間，包括星期六日，呢個係 Walker 最強調嘅一點。你嘅生理時鐘需要穩定性，最關鍵唔係你幾點瞓，而係你幾點醒。就算聽晚瞓遲啲，都試下唔好星期六日瞓到中午，因為咁樣只會令你嘅生理時鐘再倒撥，等同係香港飛咗去紐約嘅時差。我自己嘅做法係，就算星期六日最遲都係9點半起身，頭幾個禮拜係好辛苦，但係1個月之後，我發現自己喺平日已經開始唔需要鬧鐘，日日自然醒。第二個，瞓前1個鐘一定要放低手機，手機 mon 嘅藍光會抑制你身體分泌褪黑素，即係你個腦用嚟發出夠鐘瞓覺嘅信號，藍光會直接阻止你嘅大腦準備進入睡眠狀態。唔係叫你一定要11點準時瞓，但如果你想12點瞓，你11點就一定要放低手機，就係咁簡單。放低之後可以做乜？聽下 podcast， 聽下音樂，或者乜都唔做。第3個，開冷氣，令你嘅睡眠嘅環境變涼爽，呢個係最多人唔知，但係最易做嘅一個。Walker 話，人嘅核心體溫需要喺睡眠期間下降大約1點幾度，先能夠進入最深層嘅睡眠。香港夏天咁熱，好多人唔捨得開冷氣瞓，但係你嘅身體因為太熱，根本冇辦法好好維修。理想收溫大概18至19度，但試咗1個禮拜，你會發現第2朝起身嘅感覺真係唔同啲。今日分享嘅嘢，我知唔係人人都做得到。香港嘅 OT 夜貓文化，唔係你話改就改，有時夜晚係你唯一嘅私人時間，我完全明白。但係我想你知多一樣嘢，睡眠唔係偷走你嘅私人時間，而係令你能夠更有效率利用你嘅時間嘅前提。以前我一直以為做人最重要係搏命，後來我發現搏命之前，其實要先學識回血。Walker 喺書嘅最後有一句話，睡眠係大自然送俾你最好嘅免費禮物，你唯一需要做嘅係接受佢。The shorter you sleep, the shorter your life。今個禮拜你試下挑戰自己一件事，就係連續5日11點半之前上床，唔係要保證你即刻瞓着，只係上床放低手機，俾自己一個機會真正嘅休息。試完留言話我知。如果你覺得我分享嘅嘢對你有用，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 share 俾一個你覺得需要聽嘅朋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